今年就喺微龍屋嘅上堂，今年拜晒我哋嘅子宮牌位，特別是開機之後一出到見嘅牌位嘅，逢人過節都來到嘅機子見子宮。今年就有得敲門，喺龍門來嘅，走出龍門來以後呢，就喺花台。花台上面呢就喺花頭，400人左右嘅，今年呢都保持原樣，唔係有乜改變。佢花頭呢喺外地一直以來都係用嘅鵝卵沙擺起來嘅，空中看一下就同龍鱗一樣。今年看到半人形嘅，就喺回龍屋加上門頭半人形嘅堂，中天外啲嘅回龍屋價格看起呢就有啲多人形，正宗。對嘅大門就喺龍天，嘅龍天裏面呢就按有龍神，叫做我哋一集屋嘅風水嘅設計天就好嘅。佢到房間那做廚房嘅，這下緊要把砸下，做成嘅天房屋，南定嘅有維護嘅，佢講嘅就喺天嘅房屋，右邊嘅房屋同下邊啊，就格局話一樣嘅，梅州市政府就掛牌為客家古名嘅。